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0月12日，在基督的能力中，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其中最后一节这样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乐意领受软弱、侮辱、困苦、艰难和迫害，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如果我们稍微来轻轻摘要一下，我们大概知道这一卷书是保罗他很深的向哥林多教会的人来打开他自己的生命。在第10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自白说，他为了教会的缘故呢，他愿意来承认他自己是这个是软弱的哦。好他也自夸自夸不是他有多强而是他愿意打开他自己的心，让哥林多的人很清楚看到他并不在这些超级的这个使徒之下。他讲述自己怎么为教会来劳苦，天天被教会的事压着跑所以他就讲到说，有谁跌倒我倒不焦虑的吗？不焦急的吗？所以简单来讲他说到真的使徒跟假的使徒其实可以从3方面就可以了解。第一个就是真的使徒他会为主来受苦，而假的使徒你看他就是吃香喝辣的哦。另外一个看到真使徒他会为羊来焦虑他为他所牧羊的为他人来焦虑来关怀。而假的使徒呢，事不关己，还把这些使徒当什么奴仆一样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一样。第3个从哪里可以看见真的使徒他愿意在上帝面前，也愿意在这些信徒的面前承认自己软弱是需要上帝的。而假的使徒不是而是说你看我有多厉害你们靠我就好。这个差别是很大的。继续呢12章保罗会讲的是更他内心的事情。怎么样内心？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经验这个特别的使徒的经验他讲出来不是要来夸口如果我们稍微算了一下那个时间点他说14年前，那个时候的保罗应该是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而是刚刚这个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家乡等待被装备的时候那所以保罗呢，那时候所经历到的是他一般这个我们的这样子的肉体的人是没办法经历。他说我认得一个基督里的人，其实他是做他自己，但是他不这样子讲他是以第3人称来讲说，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也就是在那个乐园里面，我们所说的第3层天，或许以我们华人来讲可能是所谓的天堂吧但是他要说的是说，这个让他经历的是那个美好，是他可以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个经验不是他追求，而是他是被圣灵感动的这个的发生，他在这里分享不是他拿来夸口的，不是为自己，因为他说他能够夸口只有软弱，他没有别的事是可以夸口的所以他说那如果说我要夸口这个也不算狂，因为我必须要说实话，只是说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到的所以这个真实的所谓的巅峰的经验他宁愿就是说他不说因为他说出来怕把人看高于神接下来呢，保罗更要夸口的就是说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体上，他曾经求神，那个刺有可能是他的身体的软弱那我想我们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说法
可能是他眼疾，或者是癫痫，或者是他的这个脊背可能是这个脊椎方面的。但不管如何，我想重点的是他3次求过主把这个刺离开。亲爱的大家，我们曾经求过什么吗？英业牧师就从小非常记忆很深，很多人带我去医治特会，说这个牧师很厉害，上帝要透过这个牧师医治我的小麻痹。我不止3次求告主，但是今天我看到保罗这样子让我佩服的人，为主受苦的人，他还3次求过主，但是主没有把这个刺，把这个在他身上不舒服的地方移开，那更何况是我。他说什么？他说主没有把这个刺移开，是因为主很确定跟我讲，我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主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来庇护我。亲爱的大家，保罗他愿意顺服，因为牧师知道顺服还是要从不舒服开始，对吗？但是我们真的若明白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就在神给我们的这一切可能原来有的刺的当中，他要给我们精彩，那个精彩，那个巅峰的经验，是我们靠主竟然可以做得到。因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喜乐所以愿我们呢，真的是可以因着主的喜乐而喜乐，而我们能够跨过那一切的困难我们跨过那个神给我们的那根刺所带来的不舒服，而我们愿意顺服，因为我们在主基督的能力中，我们是可以以基督的喜乐为喜乐，因为他就是我的力量他就是我的喜乐。我们目前有什么刺吗？有什么刺我曾经求告神的吗？其实神都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以复活的能力护庇我，使我乐意回应你的恩典。求你坚固我的生命，领我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活出基督的喜乐，为喜乐来生活，因为主给我们的力量是够用的如果我们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英业牧师祝福你，我们明天见。